康神今日又有筍盤推介啦，好多客人都問我有冇大單邊又有裝修嘅單位。啱啱有一間950尺嘅實用面積，100% 實用嘅950型細積王啦，花園就902尺啊，做咗電閘門樓，有獨立門口，個後花園咧基本上已經可以泊到車㗎啦。咁因為大單邊位前邊自己門口咧又泊車都比較方便嘅，最緊要有裝修啊嘛，3房間隔啊，仲有個閣樓。咁而家就同大家去參觀下啦。今次介紹呢間950靚裝修係位於一個單邊位啊，佢其中一邊呢係雙程路段添。除咗有獨立門口，亦都有電閘門樓。開咗電閘之後，有自己嘅獨立車庫，可以泊到車入去㗎。當然門口亦都可以泊車。而佢嘅後花園呢就比較開揚，因為單邊位採光同埋通風，亦都係相對地係好好多。呢間屋實用面積950尺，跟咗一個902尺嘅花園。由中間門口入屋之後，左手邊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客廳，近梳化位有個大嘅採光窗，跟住隔籬就有個玻璃趟門可以通返去前花園。業主呢度呢就預留咗好多空間俾小朋友作為一個活動室，而中間位置就作為飯廳，擺到張4人嘅長台，而入邊做咗一個好大嘅開放式廚房，右手邊嘅門口位可以擺到一部大嘅雙門雪櫃。除咗有明火煮食，亦都有電磁爐設計。入邊呢仲有個儲物室，跟住呢度打開門，入邊就係浴室、洗手間，做埋花灑位俾你噶啦，招呼朋友好方便噶。大家可以見得到個廚房呢，有一個 L 型設計，好多收納位，仲有個紅酒櫃添。而廚房呢度亦都有個採光窗，係望返車庫位置。而樓梯底亦都做咗個小小啲嘅儲物室。下次浴室呢度呢，如果有工人姐姐或者招呼朋友都唔錯。跟住沿樓梯上1樓參觀，呢度係屬於3房1套嘅設計。樓梯嘅左手邊係一個好大嘅浴室設計，樓底比較高。跟住右手邊就係主人房間，左右有透光窗。入門口右手邊做咗啲入牆衣櫃，而主人套房呢度個洗手間呢係同頭先個浴室呢係共用嘅。中間可以擺到6尺雙人床，3邊落床冇問題㗎。床尾牆身仲可以擺部大電視。浴室呢度有浴缸同埋企缸嘅配備添。同層有2間客房，第一間客房右手邊呢有啲大嘅衣櫃，而第2間客房呢仲有少少嘅凹位可以擺到睡床。2間客房都係一樣，有個採光窗係望返後花園。第一間客房呢，業主就擺咗好多小朋友嘅書本啦、雜物啦。第2間客房呢，就做埋睡床俾小朋友居住。呢間屋亦都做咗一個細細地嘅閣樓空間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大單邊有裝修嘅950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神啊！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